来看，在美国密歇根州是有一间教堂200栋咧办活动，说是有人赛车弄入来开枪佮放火，警方赶到现场，甲凶手对战，甲凶手打死。目前知影讲，这件事件已经有5个人死亡，8个人受伤。发生枪击案的密歇根州大贝隆市的摩门教教堂，因为真卖火势庆祝阵阵的乌烟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间教堂里被举行大型活动，有几百人出席。想要到煞予一个驶4门火车的人冲龙正门，了后驾驶炸枪落车开始扫射，使用的枪支亲像是突击步枪，枪手也个调工放火烧教堂。警方协报了后，警警去到现场，佮甲枪手交战，短8分钟，枪手就互警方打死。The suspect, again, we're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s right now, was neutralized at 10:33:44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at church. That suspect is a 40-year-old male from the city of Burton, who we identified as Thomas Jacob Sanford. 目前唔知影相关的犯案动机，也无清楚相关甲教堂的关联。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，警方也伫相关的住所范围有封锁线。目前知影1名受伤的人，警方归结其他人是较稳定。教堂火势已经拍花，警方伫巡视会场的时发现罹难者遗体，引发可能也有民众受影响。I know there had been some church shootings like recently in the news, but like the fact that my hands are shaking, like it's 10 minutes down the road from where I live, my home. 8月，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天主教学校发生枪击案，迄当时造成2个囡仔死亡。根据追踪这类事件的枪击暴力档案组织统计，美州这件枪击案是2025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第324件大规模枪击案。公司新闻刘小坤编译。